个啦，你好，从家哦，完了啊，好死！你来惊死，你来出手啊！金子，你今日栽条拍赢伊，你后盖就免惊伊啊！我是恁老，你假拍我，怎么继续？给我转来！放手啦！给我转来啦！金子啊！叫，你要叫啥啊？有栽条离开我手头，你以后就免惊我，转来！转来啦！给我转来啦！转我就给你关起来！你给我关起来，关死啊！你看！你未人卖跟我说啦！婉如开门嘛，咱当参详啊！婉如有代志当参详嘛！婉如，卖安尼，婉如，英子啊！你出来对，你出来出来，英子啊！你是咩对？行，你是咩对？我看你是在跟婉如到底啊！你是咧讲啥话？你婉如放下讲咩事啊？你是咩对啦？出来！跟我来找婉如啦！我就是唔知婉如你。啊，你唔知会帅哦！行啦！我后盖唔敢啦，你帮我耍啦！婉如人叫你的死哦，那叫我给打你啦！婉如啊！婉如，你跟我回来啦！你来过来，我袂该倒转来。英子，我给婉如骗着，啊，若无我帮你算，起来，好啦，我不要游泳啦。啊，我嘛未晓啊，行啦！你莫变，你若变，我就死互你看。婉如，你跟我回来，有啥物代志我拢答应你啊！我要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若决心要跟英子做伙，我先转你啊！无可能，你骗我！我无骗你，我跟英子来，就是要跟你讲这件代志。英子，你甲婉如讲，你俩就是要做伙对无？你讲啊！是啊，是要带你回去的啦。我以后袂搁再跟你哥哥甜啊啦。你讲啥？文心，你靠近莫骗我，你给我关在转来。婉如，你莫过来，你莫过来。好，婉如，只要你卖死，婉如你。英子啦，我跟婉如和你比较要死命我，啊个，你欢喜啊？你想办啊？婉如，你叫人啊！好，给你叫人啊！婉如，文心啊，婉如啊，在那边，我太太还要改呀，拜托了。真歹势啊！我咧千里迢迢对美国转来啊，
我的查某囝囝煞无车，我的交代踮咧厝的等我。两车敢若野马的，也毋知走去倒位啦。我是想讲，即抓转来也是为了英俊的代志。规气伫遮啊，先来请教英俊啊。无这个代志会较紧解决啦，无定着。母羊伯，英俊无咧厝呢。无伫个，是秘起来遮。嘿，到遐衰，都要咧长头白日去拄着鬼啊，哪就秘起来？就我说，阮姓无改呢，声头共款了啊大。看人的啦，请神就要烧香啦，啊若赶鬼就要打虎啊啦。真好。今日英俊啊，若无交出来，互我问啊，无互我一个完满的交代，死交款的是要烧香还是要打虎啊？阮英俊都我咧下到，就要互你问。安尼我问你，恁英俊啊是安怎诱拐婉如啊？害婉如因人啊，我要离婚。母羊伯，无啦，这大家拢是误会啊，大家嘛拢有当面会过，文生嘛知影讲这是误会啦。文生啊，前两工啊才拍电话叫我一定爱转来，伊知影啥？知影这是误会啊，知影这是事实。误会也好，事实也好啦，一鱼无两鱼是跋袂单。你来找阮英俊理论，我毋通来找你婉如冤家。看起来你要暗暝恁囝暗暝铁底也好，规气我就踮遮等到恁囝转来。婉如，婉如。婉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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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死啊！婉如，婉如，你等下，我带你来陪你，我带你来陪你。好，婉如，你等下，婉如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坐个你位，哎，这有先乖，较早食吼。阮大家哪有人伫遐坐？迄是恁阿爸的朋友啦，不要紧啦，切歹落底下食饭。气死人！啊，定来踩遐，佫唔走。你要倒位啦？我著要食豆啊，我来叫母羊伯斗恁食啦。啊，你啥个讲的呢？好都好袂走，佫叫食饭，恁家来食咧。坐落来啦。你转来啊吼！阿伯，你知影叫我阿伯是安尼要假草头婉如啊？啊！嘿，英俊啊，啊你啥时啊就爱哩哩啦啦啦？你是走去倒啦？你规暝拢无转来，你是毋是搁在跋筊？啊你一直问，你是咧问烦人呀？好，互你歇困一下，明仔载我会过来。你一定爱踮婉如的面前，互我有一个交代。阿伯，婉如伊死啊！你讲啥？婉如安怎？伊死啊！伊会使跳海自杀。啊，等人家救起来，伊已经无气啊。迄人啥人？我嘛唔知。你若唔知，你毋是叫人去救伊？佮文声佮救生员，咱甲抱咧一直去啊。阮当时要来送去病院去救看会活未啦？送去倒？倒是去病院？我嘛唔知，我着请囝交代，我哪走转来？你想要走转来？你着叫想要走转来？你若唔去死，你若唔带婉如去死！你都怕阮囝啊！阮囝都怕死。母羊伯啊，你别甲拍啦！母羊伯啊，
如啦，吼，咱来找婉如较要紧啦，不用爸啊。婉如，不用爸啊，不用爸，不用爸啊。婉如，你来这个？不用爸啊。我等你来去，等你来看婉如啦。婉如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燕准，免惊啦，免惊啦，因兜若安怎，嘛无咱兜的代志。为啥？为啥？婉如呢？啊！婉如已经离开咱了，我你太免跟咱说。婉如，阿爸，不用爸，爸。你即摆莫入去啦，别卡袂啦。你叫我对养的所在转来，敢讲连婉如最后一面都无爱关心我？爸，不用爸啊，你较保重的啦，暂时莫入去啦。不用爸啊。英俊，是英俊还是婉如？啊，伊人呢？伊人呢？文心，请你原谅英俊啦。原谅？你即摆看到这两个人，一个失去查某囝，一个失去家后，我是要人原谅伊？爸爸真久无看到你，你嘛真爱看爸爸哦。婉如，婉如，我要看我的查某囝，我要看我的查某囝。爸，不用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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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婉如啊，婉如啊，不用爸啊，婉如，不用爸啊。文现在叫先生给伊注射尔，你对面床休困啦。冠生嘞，伊去办一寡手续啦。办手续。啊，我上底迷茫，我是毋是对遐远转来人伤忝，精神错乱去？不用爸啊，是安怎哪会变甲安尼？是安怎哪会变甲安尼？英俊啊，你无爱我的查某囝都无要紧，你嘛唔通安尼甲定治。不用爸啊，英俊是遐尼歹心的人啦，伊是一时糊涂，才甲婉如斗阵，伊毋是挑工要去破坏因翁仔某的感情。请你原谅英俊。不用爸啊，英俊这几年来事业足不如意，我也无法度甲伊斗相共。
伊就较软只，伊伫拢足实际的。不定就是因为安尼，伊需要一个人家照顾，互伊一个舒适的生活。丸子，你若会遮戆啊？你若去甲一个遮无责任的人来做伙？不用爸啊，请你原谅英俊啊，拢是我无尽力做家后的责任，才害对家庭失去信心，才害伊去伤害婉如，害伊去伤害着恁幸福的家庭。但是即马讲这有啥物路用？你敢我都嫌我一个活跳跳的查某囝是无？不用爸。婉如，爸，为什么？紧带我来看婉如啦！爸，你搁先休困啦，等你运气较好，再来看婉如啦。你免大开啦，你等于甲英俊人讲哦，既然免你，等我这代志发落，我绝对吹正效。婉如自杀，你竟然你迄罪叫去罚落，应该输到村的你，哈！你安尼是咧创啥货啦，哈？迄是阿霞家己家婆咧，哈！文生的人啊无代志，哪会牵你为阮遮来咧？无牵连，到时恁囝去用掠去关在死杀某落去哦，无牵连。啊，是讲太悬啊！你较有伫咧出入内外，这婉如伊家己要去跳海，敢会来找阮英俊啊？免话啦，正人知影讲因两个有咧斗阵啊了。恁英俊啊是咧互饲呢，食人的软饭，搁害人去自杀。我看吼，只要找伊15小银纸，互人吼，抑搁害袂煞的。婉如若欢喜交定吼，随时3更半暝会转来甲你讨。好，莫讲啊！你讲着吼，我家母肺直直举起来呢。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几啊拢安尼呢。是讲太悬啊！警察敢袂来抓人啊？这哦，简单啦，看是毋是警察有来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，我真是警察来啊啦！紧闭起，太悬！警察来，你来，讲我连做也无伫咧，紧起来，唔敢讲。凊彩讲有个正经来看。喂，管区大呀，好久不见，有何贵干？要找廖春华小姐。哦，派出所要办倒少，还是你先管少？无啦，是昨昏行要甲伊会一个。哦，还是啥物案件？是不动去行。哦，好。啊，毋过歹势呢，伊即摆人无伫呢。恁叫伊甲阮联络。好啊，慢行呢。我要惊死！太怪啦！警察来要创啥？讲要掠你去枪杀啦！找阿霞啦！要想你唔能讲安尼。啊，有找着文生阿无？婉如嘞？暂时放喺病院的，过2天才要出山啦。伊真是过身啊！不用爸靠我昏昏死去，踮咧病院休困。尾后搁偷走去看婉如，又搁昏去。本身才甲带转去厝休困。你是有够家婆呢！警察走来到咱遮要找你，你敢知？是嘛？等你嘛甲差不多的。警察来找阿霞是要去会办倒迄条案呢。你敢若硬要拗迄婉如遐去？那婉如的代志吼，伊要找吼是找恁囝。办倒的代志是安怎哦？警察无讲啦，我陪伊来问看卖。代志哪遮济？歹势哦，这位是廖春霞小姐啦。恁通知伊来是毋是为着食歹巴肚迄项代志？哦，是，伫内底啦。哦，小等下，廖春霞伫咪就好。哦。歹势吼，我是廖春霞啦，毋知是。哦，真歹势，我想要请你认一个人一下。这人你捌看？捌啦，伊就管阮查某囝拐无去迄个人啊。哦。